宣调，万骨的后花啊，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摇花的电源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来求救。以色列啊，你着望摇花，伫伊有丰盛的救赎。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咱要做三角的祈祷。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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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慈悲，阿爸父上帝，我满心的感谢和乐你，因为若是无主你的看守甲照顾，阮就无法度生存落去。有个主你的心来引带着阮，通有主你的路棒为人虔诚，来带领着你的正美事。无论是伫美国，还是伫台湾，或者是伫全世界任何的所在，我要做伙透过网络来做礼拜。胡萝卜今仔日来宣扬你的福音，胡萝卜会通遇到遐个妖恶、因无记的乡亲，望上帝你的人来传达主你的真理，甲恩典。
全世界各地，除了这个肺炎病毒还未平静，搁再加上天灾人祸，世界各地经济萧条，各行各业拢叫苦连天。求上帝来施恩赐福，有正百姓因有一个悔改的心，大地也要得到医治，愿仰望着主你的恩典。最近根据这个综合的报道，英国的外交大臣特拉斯伫北约峰会顶面来表示，这阵若是侵入台湾，这是中国的灾难性的这个误判，并且称英国甲其他的国家应该着要用心考虑。甲使用着经济来避免手段国家的这个贸易关系。特拉斯伊伫一场甲澳洲、甲比利时总理共同出席这个小组会议顶来伊讲，我真的认为，应对着中国透过经济逼迫，甲建立一支有能力的这个军队，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因有可能会产生这个错误的想法，进而去引出比较灾难性的这个误判，譬如讲侵略这个台湾等等。特拉斯伊阁表示，伫这个 G7 国家甲澳洲等国，应该都要利用自身的这个经济能力去挑战中国、英国等，甚至都要用心考虑甲中国贸易的这个方式，所以咱就要继续为着世界这个和平来祈祷。那今仔日咱有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俄罗斯，根据主理的人民，今仔日所有参与网络礼拜甲实体聚会，乡亲兄弟，做用着心灵甲诚信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互主的名得到荣耀，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针对上帝要赐福的管道，会在恳求主你，先来清起落寞的水，相信也来降在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蒙恩的一个主日，阮诚心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 Kumbaya, my Lord. Kumbaya.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民数记第10章33到36节。33节，因离开上主的山，出发行3日的路程。上主的约柜伫头前行3日的路程，甲因找安息的所在。因天夜出发，这时上主的魂伫因的顶面。约柜出发的时，摩西就讲：上主啊，求你起来，愿你的对这四线，愿怨恨你的人伫你的面前得走。约柜前的时，伊就讲：上主啊，求你转来到以色列千千万万人的中间。第二位圣经节记载伫诗篇132篇第1节到第8节。第1节，
耶和华代必所受一切的苦难，求你纪念伊。伊怎样对耶和华咒詛，对雅各的大官人的下愿，讲：我的确无入我的家的布棚，也无上我的眠床。我无用阮我的目睭困去，也无用阮我的目睭皮合我。听候我为着耶和华找着所在，为雅各的大官人的找着徛起的所在。看，阮听见约柜伫以法他，阮伫树林的田拄着伊，阮要入伊徛起的所在，阮要拜伫伊的脚踏以前。耶和华，求你起来，你甲你的溃烂的约柜，三甲入你休困的所在。这是上帝的话，囡仔读甲听遐个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俄罗，我着如何？What will I do？ 我的主，上帝，当我咧想这个世界正歹代，我的心就忧愁白目。我的上帝，敢是你毋甲我讲，应该着做的代志嘛？因带我知影，我要如何 ？What will I do？想这世界真歹代，我就忧愁，我主上帝，咸是你唔甲我讲，应该。做事，因带我知影，我要如何？My Lord, when I think of the wrongs in this world, I feel so moved. My Lord, won't you tell me, please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me
我想这世界前排来，我就忧愁，我只想对，咸是你让我风掩盖最初因错我知影我要如何。My Lord, when I think of the wrongs in this world, I feel so blue. My Lord, won't you tell me, please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What will I do?我想这世界前排来，我就忧愁，我只想对，咸是你让我风掩盖。最初因错我知影我要如何。My Lord, when I think of the wrongs in this world, I feel so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What will I do?我主胸口等我手，一世来，前排来，我就忧愁，我主上对，感谢你。My Lord, when I think of the wrongs in this world, I feel so blue. My Lord, won't you tell me, please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What will I do? 各位乡亲时代，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以色列的这个百姓是一支这个耶和华极大的这个军队。那么军队是为着征战来备办的，为着要得到上帝予伊的子民的应允的所在，所以因必须要被训练、被装备，才会通往前来行。踏上因要往前行的道路，会拄到真侪这问题甲困难的所在，嘛有真侪这稳定的，嘛有真侪这软弱，也有真侪这刚强，一切拢是需要伫祈祷的中间来仰望主、求告主、转向主，亲像摩西紧跟对着约柜进前，约柜往前起行的时阵，摩西就讲：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对敌四散，愿怨恨你的人对你的面前逃走。约柜若停止的时阵，伊就讲：耶和华，求你倒转去以色列人千万人的中间。所以，当以色列人伫这旷野内面伫流浪的时阵，约柜一直拢是藏伫会幕的至圣所的内面。直到所罗门王伫耶和华伫耶路撒冷兴起这个起造圣殿为止，
约柜是以色列人这个神圣的物件，象征着耶和华的临在。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只有做祭司的利未人才能去扛这个约柜，任何人拢袂使去摸到这个约柜。伫这个撒母耳先知的日子，以色列人迷信，认为神圣的这约柜是通拯救因的，互因无抵到互非利士人所来拍败。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伫第一场甲非利士人战争伤亡非常凄惨以后，因原本知影是耶和华互因败伫这个非利士人的面前，总是因完全无反省。上帝为什么互因战败呢？只有因家己是情愿的，将约柜扛到这个战场。若亲像有这款的神的物件，就必定有上帝的同在甲祝福者。那么这种的心态，根本就是将这个上帝的物件，甲伊偶像化、偶像化或者偶像化。所以因将这个约柜对示落的这帐幕内面摕出来，由大祭司以利两个囝将约柜甲伊炸去到战场的顶面，总是一背约柜不但无保护着因，约柜所落落伫信奉异教的非利士人的手中。那么非利士人将约柜放伫因的假神大袞的庙内底，因将庙门关起来，保护这个战利品，通眠来庆祝因的这个胜利。结果，这个大袞身上拍倒伫这个耶和华的约柜面前，面拍伫地面，并且大袞身上的头甲两只手，拢伫这个门框还是这个门框顶面来挤断去，简单剩落这个大袞身上无完整的这个身躯。所以大袞的祭司甲一切入去这个阿什突大袞庙的人，拢无打大袞庙这个门框还是门框，直到今仔日。那么大袞身上伫约柜面前已经无价通死了，伫以色列上帝同在中失去一切能力甲权柄。那么伫大袞的庙内，约柜敢有大声咧画像嘛？无，伊敢有真配命伫丢跳嘛无。约柜只有是稳稳坐伫遐，是上帝荣耀的同在成就者的，互假神不得不跪落伫伊的骹头有。敬拜偶像的非利士人，自从约柜来了，遭遇到灾祸的打击，因赶紧将约柜要送倒转去以色列的边界，城市叫做伯示麦。耶和华因为伯示麦的人伫观看伊的约柜，就杀死因70人。约柜无受欢迎，一日咧踢骹球安尼，互踢来踢去，最后被送合这个基列亚林，象征上帝耶和华上帝同在的约柜，无马上倒转去示罗的帐幕内底，乃是停留伫基列亚林有20天的这个时间。大约伫70年以后，大卫登上以色列国王的这个宝座了后，伊为着约柜来写一首这个上行的这个诗。伊讲：耶和华，大卫所受一切苦难，求你纪念伊。伊怎样对耶和华咒詛，对雅各大权能的下犯讲：我的确无入我的厝的布边，也无进我的眠床。我无拥吻我的目睭困去，也无拥吻我的目睭皮合我。听了我为着耶和华找着所在，为着雅各的大权能找着徛起的所在。讲看，我听见约柜伫以法他，我伫树林的田遇着伊，我要入伊徛起的所在，我要拜伊，拜伫伊的骹，踏伊的前。耶和华求你起来，你到你的气力的约柜三角入地来休困的所在。那么大卫是唯一
较无看重耶和华约柜的人，伊想要将约柜对佢的亚林运送去耶路撒冷。所以根据圣经的记载，乌撒伫这运送约柜的时阵，伊违反着上帝的督断，所以伊大主大意去忘掉约柜所互上帝甲伊杀死。那么几个月了后，特别按照上帝指定的方式来运送约柜，由这个利未族哥哈党讲着送到耶路撒冷遐去，这次是一旁顺利。那么耶和华通过亚利米发出的警告，因为对待耶路撒冷，亲像伊对待示罗一样，巴比伦人在伫主前587年，将耶路撒冷来毁坏，甚至所罗门王所起的圣殿嘛，互打做边地，约柜本身嘛消失伫伊的这个踪影。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四围互真济外邦人包围着。那么当时以色列人永远都爱甲外邦人征战，总是以色列人的人数相对是少数的，因一直受到通尊流，拢是因为有上帝伫因的中间。总是因现在已经失去了上帝了，约柜被掠，是有表着一个真深的意义。以色列失去上帝了。摩西所做的这个约柜，以色列人一直是真敬畏的这个约柜，现在是无去了。伫1978年，业余的这个科学家隆怀特，伊考古发觉，先知亚利米受上帝引带，有先稳重的这个约柜，草拄较毋是伫主要所基督顶是物件下面20尺、20英尺，伊下面的这个天然的石洞内面。那么隆怀特发表伊的这个发现，引起真侪人的兴趣，所以考古学家因这个同行拢学了这个考古学家这个隆怀特，伊的发现，互因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这个进展。那么生理人也感觉真感谢这个隆怀特，特别是这个电影媒体界，因所有新的这个题材，讲找到这个约柜，这个新鲜的故事，一定会吸引真侪这个观众。所以伫1981年，这个法国骑兵伫众人的期待下面来推出来上市，票房受到观众出因的估计，接下来佫推出4部相关的这个电影，也是满足了观众这个胃口，佫创造了佫较悬的这个票房。亲爱的兄弟姊妹，恁拢是今日的约柜，你能借着同款的能力来得胜。主要说，已经将恁这个普通的材料建造成做一个见证伊的这个器皿，伊将恁的内外包上这个极贵重的这个金啊，就是主要所基督伊的义。恁唔单单是外表真水，内在品德也不断，互这个圣洁的大观念来更新。伊将伊的道，亲像约柜中的这个法版，放伫恁的心内，互恁无抵到得罪伊，佮将天顶的粮食，就是760万以色列人，讲总共40年之久的这个玛纳，供应因听候因，拢即个应有之地，食到当地这个出产，过长工玛纳就拢停止了。所以活到现今，这个世代的恁，拢佫较是上帝丰盛的供应，各式各样的属灵的食物，甲最后所基督活命的这个粮食，拢是来恁来享受。所以事实上帝讲，恁着爱大大的开嘴，我就要甲恁充满。这记载伫诗篇81篇的第10节。还佫有亚伦透过布艺的这个管啊，提醒着以色列人，
上帝有互死人过啊，这大权能。上帝也互恁有能力，对遐个死伫过犯罪恶中的人，宣讲生命之道。奉主耶稣的名，恁有权柄来斩断遐个上帝所听的人所受的这个捆绑。所以，身为基督耶稣基督的信徒，恁拢有这个圣神亲自带伫恁的内面。这对古早到今仔日，任何其他的人是无所有的。恁是上帝今仔日的这约柜，以封条约柜，伫这约柜的四周围来装上这个金冠，请恁最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要宣扬伊的美德，就亲像也伫这个西恩座顶面的这个精神的血，伊要用着伊所听的囝的宝血抹伫来遮看恁。伊知影恁的软弱总是由原请恁做义，伊切恳天使伫恁的左右，恁是伊细日守护这个产业，恁是这个约柜。上帝要带恁进入互假神所控制的地区，恁通伫恁的都市甲学校来行路，恁通到这个有种族冲突或者是发生过枪击案败坏对落的地区来行路，因着上帝大权能的同在，恁要为着主来改变恁的这个都市。上帝的旨意是要互这个世代每一个男女都有机会接受主耶稣基督做因的个人的这个救主。人互今日个大棍的这个身上来掠去，恁就是上帝要停伫破口中间，互假神骹头跪落伫约柜的面前，先伫亚利米受上帝引带，有先稳重的约柜，到今仔日也无正确的被发现着。所以讲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这个约柜，抑阁是待伫这个主要所基督顶入世界20英尺下面的这个天然的石洞内面。摩西时代的约柜是上帝亲自对摩西嘴讲出的这个图样。上帝一再交代摩西，爱照伫山顶所指示的样式来建造圣殿甲圣殿中一切家具器皿。所以对咱来讲，约柜是这个遮个拢是将来的代志的影，实体是基督。来看这个歌罗西书2章17节，所以有一日，当咱进入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咱就通看到地面上失去这个约柜这个实体。启示录11章19节讲，伫天顶上帝的圣殿就开，圣殿内面伊的约柜看现，刷落来有四呐响的声、雷弹、地动甲大炮。所以当用着这个祈祷来面对神圣上帝的时，对咱着爱毋望甲恁做伙为着时势、疫情、天灾人祸受压迫的病痛的人，定火热来祈祷，共同参与伫这个伫上帝作为的中间，愿上帝国度的旨意成全，愿世界伫伊的掌权的下面。愿这个圣神的大权能，和上帝荣耀彰显伫受苦、疼痛的世界中间。阿门。回应诗歌，互我的百姓走。但今日讲道的主题就是找到约柜了嘛？约柜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圣的物件。所以咱要用这首诗歌，互我百姓走来做回应。歌词是安尼讲：当百姓伫埃及伫受苦，互我的百姓走，走吧，摩西进入埃及地去甲法老王讲，互我的百姓来走吧。
当百姓伫埃及受苦，予我百姓走，受尽苦楚，真歹行去，予我百姓走，走吧，摩西。今日去埃及地吧，去甲法老讲啦，我要是走。Israel was in Egypt, then let my people go. Oh, praise so high they could not stand. Let my people go. Go down, Moses. They'll follow. Let my people go. Let my people go.受苦，予我百姓走，受尽苦楚，真歹行去，予我百姓走，走吧，摩西。吧，去甲法老讲啦，我要是走。Israel was in Egypt, then let my people go. Oh, praise so high they could not stand. Let my people go. Go down, Moses.
必是走，受尽苦楚，真歹行去，我必是走，走吧，我说，今日去爱记得吧。甲烦恼讲啦，我必是走。Israel was in Egypt, then let my people go. Oppressed so hard they could not stand, let my people go. Go down, Moses. Let my people go. Let my people go. Đừng bê xí đi ai kia siêu khổ, ô qua bê xí走，受尽苦楚真歹行去，ô qua bê xí走，走吧，我说。烦恼讲啦，我必是走。Israel was in Egypt, then let my people go. Oppressed so hard they could not stand, let my people go. Go down, Moses. Down in Egypt, they'll follow.
my people go. Let my people go. 咱做三界祈祷，亲爱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阮对圣经民数记10章33、36、诗篇132篇第1甲第8节，阮做来思想，找到约柜路吧这个题目。对今日的事实中，互阮知影，身为基督徒的阮，拢是今日的这个约柜，阮通借着同款的能力来得胜。最后说，将阮这个普通的材料建造成做见证伊一个器皿，伊将阮的内外包上极贵重的金仔，就是最后说基督伊的义。阮唔单单是外表真水，阮的内在品德也不断互这个圣神的大观念来更新。上帝将伊的道亲像约柜中的法版放入阮的心内，互阮无底到得罪伊。佮将天顶的粮食，就是460万以色列百姓，总共有40年久的这个玛纳，将以色列人听候因进入了应允之地，食到当地出产，过当日玛纳就停止了。所以我伫现今的这个世代的咱，更加是上帝丰盛的供应者，各式各样的属灵的食物，甲最后所基督生命的这个灵粮，随在咱来享受。所以事实的上帝讲，你要大大的开喙，我就要充满予你，就亲像亚弟是用做顶面的这个精神的火，上帝用伊所听的囝的宝血来抹着咱，来热抗着咱。伊知影咱的软正，总是悠然称咱做义。伊呈现天使伫咱的左右，咱是伊细意守护这个产业，咱拢是约柜。上帝要带咱进入这个互假神控制地区，通互城市甲学校来行路，通进入去有种族冲突，也是发生过枪击案、败坏对落的地区来行路。因着上帝大观念的统载，咱通为着主来改变咱的都市。上帝的旨意是要互咱每这个世代每一个兄弟，拢有一个机会，通接受到主耶稣基督做因个人的救主。人互今日的大棍身上来掠去，就是伫上帝面前，可能伫这个破口中间，或者身上的骹头跪落伫约柜面前，先知亚利米受上帝引带，有先稳重的约柜，所以讲到今仔日也会正式的被发现着。总是有一日，当咱进入这个新天新地时阵，咱就当看到倒伫地面上失落这约柜的这个实体咯。所以就用祈祷来圣神神圣的上帝的时阵，咱望咱做伙来为着施世。疫情天灾人祸受压制、病痛的人，可以再来祈祷，共同参与伫上帝作为的中间，愿上帝国度的旨意成全，愿世界伫伊的掌权中，愿圣神的上帝大观念，互上帝荣耀彰显伫受苦疼痛的世界中间。咱同心的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但这条赖上牧师要甲恁祝祷，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最后基督恩典，圣神保所有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教见做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现在乡亲时代，兄弟姊妹，咱今日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
到这就过一段落，望伫后会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来相见面，愿上帝赐福保护恁，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记照万变是最合适，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恁着记照万百姓做孝顺，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命我予伊的名光照你。阿罗哈哦，阿罗哈哦，我背后的欢喜。